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8月初二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49篇第1节到12节，传道书第1章第1节到11节，马可福音第10章17节到22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永远的活命。真侪人，特别一寡少年人，你要叫因安尼安静坐落来。因通常会反应讲足无聊的啊。好啦，亲像因的生命除了伊足爱做的代志以外，拢无啥物意义安尼吼，是空虚的，是毋是有当时感觉真无助安尼？可能少年人即种的心态，咱还阁会当理解啦吼，因为因除了家己所喜意做的代志，比如讲耍手机啦、电子的即种游戏啊吼甲其他的物件以外，伊感觉拢无啥物意义嘛吼。但是呢，一个做一国之尊，拥有当作是会通讲是全世界上富有的财富的所罗门王，却伫伊的年老的时阵喊出讲：空虚啊，空虚！到底这是啥物意思？传道书第1章第1节到11节记载着所罗门王的土溃。伫耶路撒冷做王大必的囝传道者安尼讲：我传道者空虚的空虚，空虚的空虚，一切拢是空虚。人一切劳苦拍拼，就是伫日光的下面会落落有啥物利益啊？一代过了，搁一代，毋过在照常存在。日出日落，紧紧倒转去出来的所在。风往南吹，搁往向北，无停转息，搁西转去原来的所在。江河拢流入海，毋过海嘛未满。江河流到倒位，搁流转去原来的所在。这个代志，互人也先搁畏，讲嘛讲袂了，看嘛看袂饱，听嘛听袂完。以前已经有诶，将来会搁有；以前已经做诶，将来嘛会搁来做。日光诶下面无有新诶代志，兼无啥物事。人会当讲，你看这是新诶，伫咱以前诶世代早就有啊，已经过去诶世代无人会记得，将来诶世代后来诶人嘛袂记得。生命方向若毋对，目标若错，就无有啥物意义，所以就会土溃。就算是拥有诶全世界，但是依然是土溃连连啦。有一个人来问耶稣，关于要安怎得到迄个永生、永远的活命。简单讲，其实伊问的问题是要安怎活了有意义啦。马可福音第10章17节到22节记载这段的对话。耶稣基督强调一个人的意义，无在伫追求金银财宝。乃是咧追求互人得到利益，并且爱会通实践来付出行动。耶稣拄要出去外面的时，有一个人行来，跪伫伊的面前，问伊讲：好的老师啊，我着做甚物才会当承受永远的活命？耶稣甲伊讲：你哪会讲我是好？上帝以外无一个是好。才会改名你拢捌，毋通害死人，毋通行奸淫，毋通偷盗，毋通做伪证，毋通诈欺，着孝敬爸母。迄个人因耶稣讲：老师啊，这个改名我对细汉就一直拢在遵守啊。耶稣主目看伊，听伊，佮甲伊讲：你还欠一项，你去变卖所有的来分互善者人。
你伫天顶就有财宝，然后来对我。迄人听到这个句话，面失色，忧忧愁愁离开，因为伊的财产真济。诗篇49篇第1节到12节，万民啊，恁拢着听；世上拢总的子民啊，着暗耳恭听。无论卑贱尊贵好业善者，拢着听。我的嘴嘛着讲智慧的话，我的心要想明理的事。我要暗耳孔听，譬如弹琴解说奥秘。歹人用诡诈包围我，伫患难的日，我嘛毋惊。因我靠财富夸口好业，因无有一个有法度赎回家己，嘛袂当用钱对上帝赎回性命，因为赎回性命的价钱伤贵，永远付袂起。人袂当久长活地，免受毁灭。有人看到智慧的人死，愚妄无知的人嘛拢灭亡。钱财拢留互别人，因想讲因的厝会永远留底，因徛起的所在会线到万代，所以用家己的名就家己的地。毋久人袂当久长享受富贵，会亲像精神死去。我的生命意义无在伫咧追求家己的满足，求主帮助我，更较专心来听主、听人，真实来活出美好的见证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